抬起来，好，来，高跟架哦，对，哎，好，好，掌声鼓励。各位长官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咱今仔日下晡中元节开看门的这个典礼伫1:30准时开看门的仪式，咱由2020年庚子年这个中元节祭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董永先生来主持。嘛特别感谢咱林市长、蔡议长也甲咱联社会联合主普的各位理事长，咱来就位。现在咱就来礼请法师来演发净坛，行上香礼，请分享。请主持人迎香其他双手合十，上香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请入香，奉香进炉，献花。拜，献供，拜，献敬意在别，拜。献五味，拜，献酒，初献酒，拜，再献酒。拜，三献酒，拜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计时到，请开启开门。关起喽，已经支持了。好，开了，开喽。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拿起来，来，看起来，好，来，高跟架哦。对，好。好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请诸位将钥匙。